留言真定假？蔡醫生話你知。今集咧又講翻一個乜嘢咧？做完種植牙之後，個機場安檢係咪金屬探測器咧會嘟嘟咁叫啊？或者係拍埋嗰個磁共振係咪有麻煩？呢個咧好多朋友過嚟種牙時候都係有咁樣擔心，佢就問你種牙之後咧，我呢個牙齒可唔可以做磁共振？可唔可以拍 CT？ 咁我通常係咁樣回答你。首先我要了解到呢個種牙係用翻咩質地，因為首先佢係9%嘅嗰個純鈦嘅金屬，佢話咧對佢呢個金屬嘅磁性咧，佢就會好低好低，相對嚟講佢個對磁場嘅影響唔係好大。第二咧，呢個種植體佢周邊而家用翻上邊牙冠咧修復都係前齒牙，佢就唔會話好以前傳統金屬咁樣啲不鏽鋼嚇，會影響咁大。咁佢係有多少？佢會影響到四周骨頭，大概有幾個 mm， 都係相對嚟講，佢會骨頭比較模糊。呢個第一個問題。咁第二個咧就係，除非你係大面積啊，譬如咧上邊上下前口都係用翻嗰個種植釘，跟住咧嗰個牙冠咧敲前牙全部用翻金屬嘅，上邊上齒。咁相對嚟講，你成個口腔四周骨頭都會拍出嚟 CT 效果比較差。當你一隻牙齒嘅時候，你又用翻前齒牙嘅時候咧，呢種干擾會好低。當然大家唔好講用話機場嘅安檢啦，呢個唔存在嘅。